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傳道人 Maggie。今次想同大家講講亞伯拉罕嘅新抱利百加。利百加嘅故事就由創世記24章，亞伯拉罕吩咐僕人去米索不達米亞幫以撒揾老婆開始。後來呢，就發生咗一件事，作者就將佢慢慢咁淡出咗先祖嘅故事啦。繼續講落去之前，請大家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亞伯拉罕嘅僕人呢，知道今次不容有失啦，所以佢一去到拿鶴嘅城，就禱告求神嘅指示啦。創世記24章14節，我會對一個少女說，請你放下水瓶來，讓我喝點水。如果他說請喝，我也打水給你的駱駝喝。但願他就是你已經選定給你僕人以撒的。禱告都未完啦，利百加就出場啦。僕人呢就早上去問佢攞水啦，點知利百加唔單止俾水個僕人飲啊，佢仲好主動咁話，24章19節，我也為你駱駝打水，直到他們都喝足。呢個回應除咗睇到神嘅心意之外，亦睇到利百加係一個善良、細心又好主動嘅人。當僕人向利百加嘅屋企提親，皮土利同埋拉班就一口應承啦。不過梗係想利百加喺屋企住多幾日啦。但係呢個僕人又好想帶佢走，於是佢哋就話啦，24章57節，我們把女孩子叫來，問問她的意思。點知24章58節，他說我去。換轉係利百加，一個人嫁去一個人生路不熟嘅地方，仲要即刻起程，佢梗係要左度右度啦。但係佢就好爽快咁應承。佢真係一個好有主見、執行能力好強同埋好大膽嘅人。結咗婚之後好耐都未有 BB 啊，以撒就求告神。利百加終於有 BB 啦。喺佢懷孕期間，創世記25章22至23節，兒子們在他腹中相爭，他就說：如果是這樣，我這是何苦呢？他就去求問耶和華。耶和華對他說：兩國在你腹中，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，分開，一族會比另一族強，大的將服侍小的。呢件事好快就被證實啦。創世記25章24節，生產的那天到了，他腹中果然是雙胞胎。利百加嘅心思咁細密，神之前對佢講雙胞胎嘅計劃，一定會記喺心裏邊。咁雙胞胎慢慢就大啦，一個好壞嘅情況就發生咗喺個家庭裏邊。創世記25章28節，以撒愛以掃，因為他常吃以掃的野味；利百加卻愛雅各。呢對父母簡直係偏心到出晒面啦，各自都好想為自己嘅寶貝仔預備一切。咁咪出事咯。當以撒見到自己老啦，就靜雞雞咁同以掃講，創世記27章4節，照我所愛的，給我預備美食，拿來給我吃，好讓我死前傾盡心力給你祝福。本來以撒諗住瞞住利百加，咁就搞掂啦。點知好衰唔衰，又俾佢聽到。呢個咁有主見同埋執行能力咁高嘅老婆，梗係即刻行動啦。不過可惜，利百加今次唔係去求問神，而係將自己嘅計劃搬晒出嚟。佢係咪好似撒拉咁樣唔信得過神嘅嘢呢？咁又唔似，因為佢都知道雙胞胎係神嘅賜福嚟噶嘛。神又直接同佢講咗大要服侍小落。加上作者冇話佢唔信，似乎係另一樣嘢影響緊佢，以致佢要雅各去扮以撒，去呃呢個祝福。利百加好錫雅各，所以好想同佢爭取。一定要萬無一失。呢個焦急就令佢一邊相信神，另一邊又怕
神都唔知幾時出手，又唔知趕唔趕得切，所以咪自己出手咯。我哋其實咪係咁咯，一邊就相信神嘅能力，另一邊咧又懷疑佢嘅時間表咧會唔會搞錯噶？一邊咧相信神係全知，另一邊又懷疑神知唔知我嘅處境嘅咧？嗱，最後咪就好似利百加咁，用自己嘅能力去插手，無非咧就係要將個結果掌握喺自己手裏邊。好多時咧，因為我哋等唔切啦，心急嘅程度咧就係連祈個禱都覺得要慳翻，冇咁多時間，覺得神我哋真係太慢啦。唔單止係咁啊，我哋咧成日好個假象，就係咧自己快快手手咁搞掂佢，咁咪最放心咯。因為人最怕咧就係要等候一啲睇唔到嘅嘢嘛。但係個結果咪好似利百加咁咯，搞到一鑊粥。利百加教雅各去長子嘅祝福，結果咧雅各就要走佬，直至死嗰刻都冇機會再見到佢啦。你係咪一方面相信神係全知、全在、全能，但另一方面又緊握緊自己嘅程序表啊？多謝大家睇晒我哋條片啊！如果開始嗰時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嘅話，麻煩而家幫手撳一撳個掣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